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西雅图水手今天客场迎战洛杉矶天使，水手第8棒打者希利 Ryan Healy 扛出双响炮，帮助球队以11-10险胜，终止近期6连败。希利先在2局上轰出3分炮，6局上再把握垒上有人机会敲出2分炮，靠着他的单场双响炮，水手以7-2大幅领先优势进入第7局。但水手先发投手耶南德兹 Felix Hernandez 7局下遭遇乱流失2分被换下场。他今天主投6局被敲9支安打掉4分，并送出3次3振与1保送。中继登板的阿拉尼兹 RJ Alanis 火上加油，只解决1名打者，之后连续被敲4支安打，其中包含天使开路先锋凯尔洪 Cole Calhoun 的2分炮，让原本胜券在握的水手7局打完被追到仅领先1分。水手中继投手是瓦查克 Anthony Swarzak， 8局下上场，随即挨了天使第9棒打者弗莱契尔 David Fletcher 一发阳春炮，双方8局打完战成10-10平手。9局上水手代打布鲁斯 Jay Bruce 从天使投手艾伦 Cody Allen 手中打回制胜分，中场水手便以11-10险胜天使，艾伦吞下个人本季第1场败投。是瓦查克拿下今天的胜投，左投艾里亚斯 Rainier Elias 拿下本季第3次救援成功。